我见叫家里种田，搞西郎的狗娃去这里嘎接。这单没不动作搞的，不老做搞把干都西就接。我们不动了，你不背不找当的，双里上背不多到干长的屋哎。要家里种田叫都地了都够哎，木马路隔壁顶头木就搞几百个姑妈。我这个几点么那去山干都大几干山都大几户哎，个几老的路过来去这里干几哎，这一单路动作搞得哎往的，一不到当的说一不到干长的店。要家里种地木叫狗叫地木路隔壁顶头木就搞几百个年嘛。係咯，講呢，個子一直也被到哪弄啲地呢？個子做工做夢這種啲地，到時到哪有幾個話，做個子都做到個子都能，係咯，路妹妹係啲做夢小路過應了過錯，係咯啲地晒有係有係啲係路多，長到了冇過錯了過應，有係路當地都老都有唔弄有啲係路真了呢，總。總樣個啫，他只係話得嗰啲包的是咪啊？啲個係厲害，啲啲係就幾都幾嗱，佢有數目度呢，但是咪為係啲好似路啊，就生就哪個係厲呢？他都先呢，只一度到大呢是呢。古州那时候就做东那头，古州的那时候今年时老么那嘛，人家做少了的，谁了后在在那我因我做，靠那叫些这个大家到干要上，我也对那个到这些30年了，他不一老路被他不单条路这呢，人家被他到后来了，个是的那干要上到几张忙出来做东呢，我能搞活完呢。